最近这几年，接传出有台湾人互骗去柬埔寨做诈骗的工作，甚至关伫遐互人虐待。监察委员调查了后，认为外交部无够敏感，而且也无积极掌握海外台湾人求助的状况，就因为安尼生才去签到救援的工作。这几年来，台湾人互人骗去柬埔寨做诈骗工作，遭到加禁，令的案件真多。根据统计，2021年到2023年6月，外交部紧急联络中心接到民众求助案件有643件，直接向台湾驻外管处求助人数有1000件。监察委员介入调查，指出外交部自2022年5月就将相关的案件转请警政署来协助，无积极处理，敏感度不高，致使延前救援工作通过纠正外交部。联合国在110年就已经警示了，尤其已经有人来到外馆来做相关的求助，编了这么多钱，结果反而没办法及时的用到刀口上。监委进一步表示，台湾驻外管处提供的急难救助金，因为因求个人无符合动机规定，致使未负行刑使用率偏低。另外，监委也发现，高雄地检署侦办相关案件时阵也维持到庭纠正凶险。大团破获之后的新闻发布当中，揭露了一个根本不是这个当事人的一个影片，结果导致这个被害人还在柬埔寨。他因为这个影片被曝光之后，遭到中国籍的雇主更严重的虐打，要求行政院必须要有专责的单位，因为这个人口救援、人口贩运的救援是国家应该负的责任。在爬梳的这个整个救援的过程，就发现其实我们各部会之间有点哩哩啦啦。因应海外人口还魂诈骗愈来愈多，监委也促请行政局应该整合公司部门主管成立专职单位，研究寻求运用海外急难救助经费，加提悬外管犯罪侦查能力。对于遭到纠正凶险表示尊重，外交部是在中国这个时间进程也未提出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